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7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8篇，以斯帖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靠主。人生拢有困难，真侪时阵困难大到咱无法度去承受啦因为咱伫即个无法度面对的代志啦还是无法度去处理的代志安尼即几工咱讲到着即个以斯帖王后甲以色列人因所面对的困境因为迄个奸臣呢较慢。就看重家己的利益，想要来谋害所有的以色列人。最近台湾嘛咧面对安尼情形，一群亲共匪的立法委员只有追求家己的利益，无咧顾台湾国家人民的利益。一旦台湾受出卖，人民就会亲像香港安尼失去自由，甚至失去性命。以斯帖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记载着哈曼担任宰相了后，斩杀这个以色列的国母。莫迪改知影这个代志，就拆里衫穿麻衫，三恢夫行入城。悲哀低口大声吼，走到伫王宫的门口就停下，因为所有穿麻衫的人不准入王宫。王的命令甲诏书送到伫各省各所在，犹太人拢禁食低口，哀叫非常伤心。阁有真侪人穿麻衫倒伫恢复。王后以斯帖的宫女甲伊的太监来甲伊报告末底改的代志，伊真艰苦心，就寄衣服互末底改穿，爱伊脱麻衫，毋过末底改毋接纳。以斯帖就调王派来的侍候伊的太监。哈塔吉来，甲伊去末底改遐，爱要知伊哪会安尼做。哈塔吉就出去到王宫的门前的广场去见末底改。末底改就将发生的代志以及哈曼为着遭灭犹太人愿意捐献伫王的府库的。人文确实的数目，拢甲伊讲，佮将公布伫苏珊城要招灭犹太人诏书的抄本，摕互伊交互以斯帖，煞甲以斯帖讲明，高吩咐伊入去见王，伫王的面前为着家己的同胞恳切来求情。哈塔吉倒来。将末底改的话对以斯帖报告，以斯帖阁吩咐伊对哈塔吉对末底改讲：我会证人神甲特省的人民，王拢知一个法定，若有人无受王的条件，家己入宫来见王，无论男女，拢着处死。除了王对伊有存责。金管伊才免死。我已经有30日久无受王的吊记啦，因就将以斯帖的话来传互末底改讲。末底改吩咐人甲以斯帖讲：你毋通想讲你伫王宫内底比其他犹太人较安全。伫即时阵，你若点毋讲话，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援助，得到解救。你甲你的亲族一定灭无。你会当做王后，敢毋是为了今仔日即个危机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复末底改讲：你去，伊调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
为着我禁食3暝3日，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嘛要安尼禁食，然后我要违背法令入去见王，我若着死就死。莫迪改就照以斯帖的吩咐去做。莫迪改、以斯帖以及以色列人因只有会当倚靠全能上帝的救赎，无其他的方法啦吼。耶稣基督甲伊的学生伫迄个船顶，圣经记载耶稣困去啊，忽然间因就拄着大风涌，互即个船就要沉落去。学生就大喊：“老师啊，你要无命！”咱先无论讲即个风涌有偌大，耶稣是毋是真正困去的，困甲足沉的？但是问题袂记一项足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甲因同在，加在，就亲像圣经记载伫危难的时阵，后叫耶稣基督。伫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有一日，耶稣甲伊的门徒上船的时，甲因讲：“咱过来翕平岸。”因就开船，船伫行的时，耶稣困去。忽然间，一阵大风扫来乌呢，船互水淹甲要满，真危险。门徒就去甲伊叫醒，讲：“老师，老师，你要无命啦！”耶稣醒起来，责备风甲大涌，风涌停，一切就静静。耶稣对门徒讲：“恁哪会遐尼无信心？”因惊吓阁奇怪，大家讲来讲去，这个是什么人？伊一个命令，连风甲涌拢顺服。亲像彼得伫海顶咧行跋入去伫海面的时阵。有大声叫主啊，救我！共款。诗篇138篇，我要专心感谢你，伫正神的面前要唱歌称赞你。我要向你的圣殿的跪拜，要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名甲你的话超越一切。我求救的时，你有应我，你有鼓励我，互我得到快乐。上主啊，世上的君王拢会感谢你，因为因有听见你所讲的话，因会唱歌称赞上主的作为。因为上主有大荣光，上主虽然尊贵，要顾看顾卑贱的人，伊对远远就认出骄傲的人。我虽然互患难围困，你会保守我的性命。我的对敌受气，你会伸手对付，用正手解救我。上主会实现对我的应允。上主啊，你的慈爱永远存续，你亲手所做，求你毋通放散。求主帮助阮，伫拄着困难的时阵，会当坚定来倚靠主。求主帮助阮度过人生的困境，会通靠主坚强得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